我们在座各位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利用这一张墨宝给各位简单介绍。第一句话告诉你：积德富贵不行善，好比浮云空中悬，大厦千间难进站，夜眠只用8尺宽。任你饥米有千担每日能食几多餐？任你家财有万贯，难免不进鬼门关。各位，这一章很好听，这是古大德告诉我们的话，也是一种当头棒喝，对我们的生活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警惕，是一种座右铭。我们看到这些话，心里面很震撼，随时要唤醒自己的良知，一定要知道，你观念如果对，那么你在世间很有意义。观念如果偏差，执着对钱财，你拿得起放不下，这个人在世间毫无意义可言。所以我们来看这一章，既然你得到富贵，有钱有势嘛，你很富有，但是你不行善，不会去布施，不会去结缘，不会帮助穷困的人民百姓，你不懂得去做，那这样好比浮云空中悬，好像白云一样在空中悬到没有作用，悬在那里一点功效都没有发挥。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可惜的。大厦千间难进站高楼大厦你建了1000间，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它呀，你怎么去霸占它呢？你盖的没关系，你用，那你用得着吗？第二句话很重要，夜眠只用8尺宽。不管你有1000间全部都是你的了，但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只用8尺宽各位，你看我们躺下一个人躺下来，那你看8尺够长了吧？很长，对不对？一张床你绝对就够睡了吧？绰绰有余吧？但是我们人不满足那你有多少房子？我1000间呢，但是你能睡得了吗？没有用嘛。所以我们不要贪心嘛。任你饥米有千担，就算我们粮食在那个仓库当中有1000担整个满满的，里头毫无空隙，全部都是米，看起来说，哎呀，你很富有嘛，但是你每一天能吃几餐嘛？几餐？我们正常人是3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我要显露出我是一个最富有的人，那你再加一个点心嘛，那一个宵夜吧，晚上半夜又起来又吃吧，然后隔天呢开始拉肚子了。对不对？你的胃肠受不了嘛？所以我们活在世间，你能吃多少嘛？你想想看你自己，任你家财有万贯就算你家里面的财产有万贯，你想想看，多么富有，多么让人家欣赏，他的钱财是多么的雄厚但是最后，如果你不懂得去应用这个钱财，你是被钱财所利用了，结果到最后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难免不进鬼门关了。最后死掉以后，你还要进去鬼门关去报到这阴间地府到阎罗王那里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哎呦，我们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来空空去也空空。我们利用我们有一口气在，你尽量的来帮助别人，尽量的来布施，去广结善缘，那么累积无量的福德，以后生生世世不但是你本人现世福报无量，更重要，你能够庇荫你的子孙代代兴旺所以各位，你看这个是多么重要的观念，各位对不对今天利用这一章跟各位大家结这个善缘，谢谢大家，阿弥陀佛。